结构体表面裂纹以及面材损坏修缮，上限3万元。2、水管破裂损毁，上限5000元。第3，水塔损毁上限5000元。抗议离地当将近2个月，南西灾区除了红单的补助以外，因为无打单，也阁有千几户市府无建议救助办法，成为这摆议会临时会议员关心的焦点。20号闭幕，其中委贴的宣布，灾民有单据的征收上限5万块等具体补助。随后嘛，呼议员进一步厘清如何认定，并要求简化流程。到底是拨偌钱出来？无你敢咱补助我都唔知啊。啊，你讲迄个基金，咱零个零赚的要12亿左右嘛吼？到底是偌？这个价格咧几亿啦？上给他赶回答啦。要什么样的资料，务必要确认好。无单据的部分是不是要用照片，或者是说如何来认定，或是他签切结这些方式，这里要跟市政府做个提醒，然后看你们用上面红线，一次拟好，一次出来。台湾杜拉特灾民发声，嘛以每年产业文化活动为例，因为造访人数比去年同期减了5成，所以要求市府比较花莲提出灾区观光定型方案。很多观光客不敢来的状况之下，是不是可以研拟一个，就是说我们的观光振兴券，然后用在特定的，就是这些灾区的地方，我们就是指定说可以到哪一些地区去游玩可以折价的这些振兴券，是不是可以来研拟发行？灾后中间叮叮塔塔，市府强调，因为是天然灾害，所有的补助不是补偿，更不是理赔，除了持续的对外募款，也是爱依法。台湾新闻，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